即係喺咁混亂兵荒馬亂之際，我哋都能夠完成到呢一個答謝會，即係可以踏出呢個答謝會，我真係覺得好衷心呢個經歷我好感恩上帝從中一直咁樣帶領我，俾我好多嘅力量。我知道我唔需要驚，我盡力做好自己。觀眾係好接收到嘅。好，可以你講。上帝早已預備。就算我可得到世界的財寶，但你卻說要我知道是永生的路。是我在最難時，你賜我種果。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指控，但你卻說要我知道，別為人遲疑。